漫步羊城街巷，风光温柔绵长，远離喧囂浮華，漫賞一城煙火，在廣州悠然時光裡淺遇清歡，靜度溫柔。呢度似唔似度假酒店啊？原來廣州市海珠區嘅中心呢，隱藏住一間佔地1萬平方、300嘅床位嘅養老公寓喎。呢度佔地1萬嘅平方，而且由6棟樓組成嘅，包括全護理、半護理同埋自助嘅。咁床位有單人房、雙人房同埋4人房嘅，根據每個老人家唔同嘅需求，入住唔同嘅房型。阿珍姐你好啊，聽講你喺度做到都幾耐時間啊，係嘛？做啊，做咗差唔多3年半。哇，咁幾犀利喎！咁我想知道呢一層咧就係失能老人嘅一個康復中心。咁我想問一問你平時你要做啲咩嘅？即係平時啊，係啊，好似朝早起身啦，俾佢哋起身啷口洗面，咁你跟住起身食早餐。有啲咧唔係幾聽話啲，都要氹下佢哋，好似小朋友咁氹佢哋。咁都幾有用心喎，幾細心啊，係嘛？咁如果係面對啲即係不能自理嗰啲即係可能係大小二便嗰啲，係咪都要你照顧咧？即係好似換便啊，你一定要2個鐘頭咁啊去睇啊，要換啊，仲有其他嗰啲。即係譬如食藥啊嗰啲係都要佢哋去照顧。要食藥啊！咁我相信咧，你咁耐嘅一個工作經驗，同埋喺度咁舒適嘅環境，老人家住喺度咧，一定都會好開心㗎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